2月14日发生的中国渔船伫金门丙船的案件，两岸协商代表昨总算达成共识，包括甲中国渔民的遗体船献互家属，而且也有抚慰金，也会回失礼。不过海巡署无要对外讲抚慰金开偌济。也若海巡署长周忠良伫咧讲这地事的时，是搁再针对海巡执勤无录影向大众回失礼。甲中国2区渔民的遗体送去伫船顶，扣起来船仔嘛做伙献互中国。2月14日发生的金门丙船案，经过几个协商，30双方总算伫咧金门的金乌饭店达成共识。除了甲遗体甲船仔献互中国，嘛甲因回失礼，而且还佫风声讲有互2位死者的家属150万的人民票，差不多代表680万的抚慰金。不过海巡署无愿意证实实际金额。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涉及到尊重家属跟两岸协商的共识，那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外报告细节。渔民的家属住下，看到是真悲伤。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前一暗就去到当地，因为残疾的问题无出现伫协商的现场。不过，伊有亲身去金门殡仪馆参加公祭，表达咱这边的诚意。海巡署署长周忠良伫地事的时阵，嘛针对海巡人员执勤无录影的代志，佫一概回失礼。对于本案没有收证录影，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。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，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歉意。事件看落是圆满结束，不过中国的代表伫上船进前，却是雄雄大声硬讲，希望等赶紧公布代志的真相。也让海巡署强调讲，会捍卫海巡执法的正当性。希望台有关方面能尽快公布事件真相，做出公正的调查结论，并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。是单纯的执法事件。我们捍卫我们的执法正当性，我们一定会坚守执法立场。陆委会强调讲，两方交流产生事件的协商，伫官方主导甲民间协作的模式之下，才让维护国家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